今天我们借用这个机会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报告，师父写这一章啊，本来在世界念佛救地球大法会上面，我要为所有的莲友来介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提前让各地的莲友们大家分享，念佛有10大利益。第一，日月诸天护啦。不管你是白天或者夜晚，所有的龙天护法善神都来护佑你，这是名号的功德力，都来护持你，疼爱着你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菩萨常相随啊。佛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众生，你一念佛，有25尊菩萨如影随形地保护你，前前后后都一直在跟随着你，来护佑着你。所以菩萨常相随，弥陀佛光色，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光明啊，这就是要救度你啊。所以你看，你不但有龙天护法菩萨变成你的至亲好友，更重要是有佛光随时都救度你。所以这个名号的功德威力啊，无穷无尽啊，不可思议啊。而且你看，你念佛会鬼兽毒药离啊，所有的男女孤魂野鬼或者野兽或者是毒药都会远离了，你不会遭受这种意外的不幸灾害了，不会。所以你看念佛有多大的好处，灾难悉不受啊！所有天地之间的天然灾害，什么空难啊、海难啊，或者是那个地震啊、海啸啊，尤其是最近啊这一种毒驾呀、酒驾呀，无形之中这些灾难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夙冤罪灭息啊！前世你跟人家结冤结仇的罪业，也因为你念佛就能够灭息掉，能够平息下来。你看多重要！夜梦吉祥佛啊，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你做的梦都吉祥的，不是那种恐怖紧张，好像堕在地狱一样的那种黑暗的日子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你梦到的都是大吉祥，而且佛菩萨佛光普照，教你念佛，随时都在提醒你、关心你。心言气力吉啊！念佛的人，你的心、你的脸色、你的气力都是吉祥的，身体会健康、长命百岁。因为名号就是无量寿、无量光嘛，所以你的身体变化会很大的改善。世人尽如佛啊！世间的人对念佛的人，就把你当佛一样对待。看到你念佛，阿弥陀佛，你未来就是一尊佛嘛。所以就像佛一样的恭敬你，正念往西方啊！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佛陀啊，手摸你的头，依附你的身体，你能够正念分明，业障消除，心不颠倒，就清清楚楚了。我念佛要发愿西方，所以你正念往生西，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，到极乐世界见佛，多么的重要啊！各位，阿弥陀佛在临命终的时候，让你能够一知实质，正念分明，弥陀佛光接引，让你顺利往生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念佛啊？念佛，这个念佛的10大利益在这里面，这是我们伟大的慈云大师所告诉我们的。他是一个有修有证、有德有恨的高僧大德。他修净土中一心的念佛，他把里面的秘诀啊、最大的好处啊，告诉我们啊。透过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来鼓励我们大家要精进用功。今天把这一章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